iPhone 17e 終於加入咗17系列嘅新成員，基本上17系列嘅所有嘅功能咧，佢都有晒㗎啦。A19 晶片啦，終於有 MagSafe 啦，相機48MP Ceramic Shield 2啦，輕型啦，容易攜帶啊！你話唔醒17E 俾邊個咧？嗱，假如你係大學生或者你啱啱出嚟社會嘅，咁你budget又唔係十分多，但係你好想有呢個 iOS 嘅呢個系統，可以加入呢個蘋果生態嘅話，譬如講好似 Apple Music 啊、iCloud 啊、FaceTime 啊、AirDrop 嘅話，咁呢一個就係最佳嘅入門額啦 ，entry ticket 嚟㗎。因為你知道啦，大學生咧就未必好多budget，而且你好多嘢想買噶嘛。但係你好想擁有一架好犀利嘅手機，影相嘅門檻咧又非常之高嘅，又要一架順暢嘅手機，咁佢咧就絕對中晒你想要嘅嘢㗎。或者你想賣俾你嘅長輩，大家可以共用一個生態，一齊 share iCloud 啊，好多 family plan 噶嘛，係咪？咁呢一架達晒標啦，要影相有影相，要 Apple Music 有 Apple Music， 要 FaceTime 有 FaceTime， 要 AirDrop 有 AirDrop， 仲可以一齊共用一個生態，冇得定用，佢都係 very 頂級嘅，仲要係平民價嘛。所謂睇落去細細粒，但係實力非常強大。iPhone 17E 正啊！